主后2023年3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爱照顾艰苦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14章39到15章28节。耶稣甲门徒过河了后，伫基尼撒勒上岸。迄所在的人，一个认出耶稣，就派人去四周围，甲所有病人拢带来伊遐。因恳求耶稣，互病人简单摸伊3句的手就好。所有摸着的人，拢得到医好。有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对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问伊讲：是安怎你的门徒无先洗手就食饭，违反古早人的传统？伊应讲：恁是安怎因为恁的传统来违反上帝的诫命？上帝讲：着孝敬父母，佮讲骂老爸也是骂老母的人应该处死。毋过恁讲，人若对家己的老爸也是老母讲，我应该互你的，已经献互上帝，伊就无需要孝敬老爸。安尼，恁因为家己的传统废除上帝的话。恁假好的人，以赛亚所讲关系恁的预言真对。伊讲：即个子民用喙唇尊敬我，因的心却离开我远远。因用人的规例做我的教士人，因敬拜我，拢无采工。耶稣叫众人来，甲因讲：着听，着了解。毋是对喙入去的，互人无清气；是对喙出来，才互人无清气。门徒对伊讲：法利赛派的人听到你即个话真反感，你知无？伊应讲：毋是我的天父在种的，拢要甲伊扣起来。出在因讲：因是青面得牵青面，若青面牵青面，两个拢会跋落窟仔。彼得应伊讲：请你甲阮解说即个譬喻。伊就讲：连恁都无明白哦，恁减无了解，所有对喙入的，拢入去腹肚内，后来放落去便所。对喙出来是对心出，这才会互人无清气。因为对心出来有歹念头、凶杀、私通、奸淫、偷窃、偽证、甲诽谤，才会互人无清气。无洗手就食饭，袂互人无清气。耶稣离开迄所在，退去到伫泰尼甲西顿的境内，拄好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对迄地区来大声喊：主啊，大彼个囝，怜悯我，我的查某囝互鬼附身，真艰苦。耶稣无甲伊应半句，伊的门徒来求伊讲，甲伊赶走，伊缀伫咱后面直直得法。耶稣应讲：我受差派，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。毋过妇人人来跪伫伊的面前，讲：主啊，请帮助我。耶稣应讲：摕囡仔的食物，迄互狗仔食毋好。妇人人讲：主，是啦，狗仔嘛有食主人桌顶拿倒来的饼油啊。后来耶稣应讲：妇人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互你的心愿实现。伊的查某囝伫迄阵得到医好。
以上。爱照顾艰苦人。耶稣无在意世界的纷纷扰扰，伊持续异地。马太福音14章36节讲到，人来求耶稣，互病人蒙医外泡的3句，蒙着的人拢得到医治。这人较无耶稣，甲宗教领袖对着伊，诚做强烈对比。摩西五经简单规定，祭祀献祭，也是食祭物以前爱洗手。显然，洗手的律法是后期敬虔主义者加起来的。耶稣捌表明，伊来毋是要废除律法，是要成全。伊讲，毋是对喙入去的，互人无清气，是对喙出来，才互人无清气。学者欧内尔将这解说做进入的当然会互人误会，较大过这比这搁较严重的误会，是伊的话所造成的误会。耶稣认为，却该界面轻视对父母的照顾，就是假敬虔的伪善。迦南妇人求叫耶稣的启示中，妇人甲耶稣告别讲：主啊，大逼的囝，怜悯我，我的查某囝互鬼附身，真艰苦。耶稣原本回应：我受差派，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。总是妇人的回应，互耶稣肯定伊的信心，讲：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互你的心愿实现。耶稣受同胞气杀，却受外邦妇人告别失主，因为安尼，耶稣怜悯医治，互外邦人加入上帝儿女的行列，甲主同坐倒。英国宣教师兰大必拥有文学甲医学双学位。伫1895年10月16日，兰大必甲梅干务、廉德烈两位牧师对英国出发。12月18日来到伫台湾，兰医师和梅牧师到中部做医疗宣教。兰医师伫医疗宣教工作15年以后，甲连马玉结婚。因上出名的事迹是切肤之爱，这是台湾医疗史上第一件皮肤移植的手术。这次皮肤移植虽然失败，毋过后来用病童家己的皮肤重新移植，却成功救治病童。兰大必的囝小兰大必，自成父志。1930年倒转英国受医学教育，取得医学博士。1952年转来到台湾服侍，33岁甲高仁爱医师结婚，拄亲像兰大必连马玉夫妇。小兰大必和高仁爱也用提供散车困苦民众医疗做终身职责。一家两代4个人奉献台湾将近70年。兰大必夫妇转去英国以后，伫伦敦近郊红光寓所号名佛莫萨。小兰大必也自称家己是台湾囡仔。2010年破病过身以前，用台语留遗言：爱照顾艰苦人。这个宣教师对台湾的疼，出自主的怜悯，就亲像
迦南妇人的亲信，是所有受压迫甲看轻的人应当相信的。就算是互鬼附身，病痛缠身，也要堪得拥有脱离苦难、恢复正常生命的机会。日想，伫我生活的周围，有倒一寡艰苦人需要我去关心？伫我生活的周围，有倒一寡艰苦人需要我去关心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常常重视外在的形式，请你离开你的路，为了你救赎我的恩典。求主赦免，愿主帮助我，互我行伫你公义怜悯的光明中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